奶酪，你最近世界盃有冇走幕啊？我得唔到嘅，不過有個朋友場場都玩，好似好俾心機研究，但最後都輸晒得個吉。咁你叫佢睇下我哋呢集，因為今次分享呢本書叫《Trading in the Zone》，作者 Mark Douglas 就係教人點贏。雖然本書講交易心理，但入面嘅智慧放喺賭波、股市甚至人生度度通用。佢發現一個殘酷真相，多數人失敗嘅原因唔係因為唔夠努力，而係過唔到心理嗰一關。即係問題唔係點分析，而係因為自己輸。全中。作者發現人最大嘅敵人從來都唔係外在環境，而係自己對失敗嘅恐懼。但係用真錢玩，邊個唔驚輸？作者指出，越驚輸，反而越輸得多；越想避開失敗，反而越容易造成更大嘅失敗。因為驚輸只係一種逃避痛苦嘅心理防衛機制，而唔係一個幫你避免虧損嘅策略。大腦驚輸會開啟防衛機制，將不確定性解讀為危險，扭曲咗你對真實市場嘅客觀觀察。而無論股市、博彩定人生，本身就係100%不確定。呢種恐懼機制會令你做出3類災難性行為。3類咁多？第一，唔肯止蝕，買咗隻股票跌咗，你唔想認錯，結果由輸5%變輸20%。世界盃買咗入球大，半場0-0，你唔信且仲要加注追，結果輸多幾倍。呢種心態係嚟自拖延同逃避失敗，結果錯過止損嘅最好時機。第二，明明有能力，但驚輸，所以唔敢盡力，搞到贏就贏粒糖，輸就輸間廠，贏少少就收手，輸嗰陣就死追，結果贏10次唔夠1次輸。第三，完美主義癱瘓，要求每一步都啱，點知輸咗幾次之後就慌晒，唔敢再出手，結果乜都做唔成，好似真係個個致命。作者認為將虧損當作失敗，當作對你個人價值嘅否定。你唔係喺度投資或者押注一件事，你只係想證明自己。你將自我價值同每一次嘅輸贏掛鈎，意思係我唔覺得輸緊錢，我係覺得輸緊自我。正確。作者秘訣係將虧損重新定義為營運成本，好似做生意要交租出糧，投資嘅成本就係輸嘅錢。喺人生上就即係學習成本，學琴要練錯好多次，學外語要講錯好多句。人生本身嘅成本就係失敗同挫折。如果你能夠接受呢一點，虧損就唔再係自我價值嘅事。書有句好精警嘅說話，如果你相信人生只係一個概率遊戲，就冇理由害怕犯錯。不過我朋友本身都贏㗎，佢仲話今屆世界盃好正路，好易贏，點知後面就輸到趴喺度啦。有句說話叫輸錢皆因贏錢起。作者解釋呢種現象係勝利之後大腦釋放多巴胺，令你覺得自己睇穿咗個世界，你變得過度自信同貪婪，開始做3件事：無視風險，加大注碼，股票孖展打到盡，賭波由原本幾百蚊變幾千蚊一注，覺得自己唔會輸唔會錯，將一次成功當成能力證明，將好運或者一次得手就當成實力。呢種心態就係將隨機報酬當成自己嘅功勞。你成功咗，贏咗錢，唔係因為你嘅系統或者方法特別勁，只係因為概率咁啱企咗喺你嗰邊。好似世界盃買冷門中咗，唔代表你識睇波，只係嗰次爆冷你咁啱買中。結果你喺順境嘅時候覺得自己無敵，逆境嘅時候又覺得自己一文不值，即係順同逆你都偏離系統，咁樣又點會穩定？咁點先做到長勝將軍呢？作者指出，要持續勝利嘅關鍵唔係計較每次輸贏，而係做唔做到一致性。贏家嘅心態係成功同失敗，贏錢同輸錢對你嘅意義應該係一樣嘅，都只係概率遊戲入面其中一個結果。普通人渴望確定性，害怕犯錯；專業人士接受不確定性，將虧損同挫折當做成本。當你唔再需要證明自己係啱嘅，你先會真正進入狀態。書講咗幾個具體方法。第一，用批次思維取代單次思維。單一次結果買賣，單一場波係冇意義嘅。你嘅優勢只會喺足夠大嘅樣本入面顯現。50次、100次、500次，賭場點解必贏？因為佢唔需要在乎下一個客人會贏定輸，佢只需要知道優勢係咪存在。樣本夠大嘅話，結果自然會呈現。第二，預先設定每次行動嘅最大代價，心理上同實際上都設定底線，例如每注唔超過總資金嘅2%，
每注有明確止蝕位，當你預先知道最差會點，恐懼就會受到控制。第三，記錄自己嘅決定，記低每次點解買，心情如何，結果點樣，量化解讀自己嘅情緒失誤，轉化成學習。第四，建立行動前檢查清單，用機械式執行取代主觀判斷。寫低都依然有情緒，咁點算啊？咁係正常，唔係要消滅情緒，而係要觀察情緒。恐懼同貪婪都係你想控制結果所產生嘅幻覺。當你肯接受你控制唔到結果，只能控制自己嘅行為，你就會獲得自由。情緒唔係敵人，而係信號。世界盃，你瞓身買巴西，心跳加速，代表你根本冇做好風險管理。股市暴跌，你想即刻清倉，代表你當初冇諗過最壞情況。但係我哋會將自我價值掛鈎，係因為我哋覺得贏同輸係我哋靠眼光揀，判斷好就係眼光好，點會唔覺得自己叻啫？問得好，全書最精辟嘅剖析，在於你嘅判斷只係用嚟定義一個有概率優勢嘅方向，而唔係用嚟證明你係啱嘅。即係唔好成日想 make the right choice。社會成日強調 right choice、Mr. Right， 其實都係唔存在。任何經驗、知識、分析都只係幫助你增加一系列決定嘅成功概率。假設你嘅判斷分析系統有55%準確率，呢個就係你嘅眼光所在。但單一次決定嘅結果依然係隨機嘅。你揀中一隻股票，佢升咗，唔代表你係天才；你買中冷門贏波，唔代表你眼光獨到。因為單一結果入面，運氣嘅成分永遠大過能力。連續贏幾次，同樣可能只係隨機分佈嘅結果。就好似擲公字，連續3次公，唔代表你識控制個銀仔。不過我見到有啲 tips 真係好準喎。真正嘅判斷力唔係你預測得有幾準，而係你嘅方法喺長期概率入面有冇優勢。你唔係要證明自己睇得準，而係確保方法保持有優勢，然後堅定執行。佢有一個好重要嘅區分，想啱同想贏係兩回事。想啱會令你死攬唔放，股票唔肯止蝕，買咗熱門落後仲要加住追。所以想啱就只不過係想證明自己，想贏想成功，先係跟隨系統，接受虧損，接受挫折係成本。長勝將軍係可以完美執行系統，而唔係掛住今次贏錢。對判斷力嘅滿足感應該係來自你研究出某種獨特方法可以提升優勢。當你完整執行咗一次符合標準嘅方法，無論結果係點，你都係贏咗，因為你勝在能夠有紀律執行你嗰套方法。等於李小龍點樣勁，佢自己都研發截拳道，呢套拳法先係佢勝利之道。贏家重視過程同方法，輸家永遠重視單一結果，次次諗住俾我贏一鋪嘅心態。賭場就係最好嘅例子，佢唔會驚某個賭仔好運，贏幾鋪就質疑用數學建立嘅莊家優勢。賭場只會不斷重複執行，只要有優勢，拉長去計，點都贏。作者方法主張學識輸，因為輸就係生意成本。但我諗起股神巴菲特，佢唔係主張揸實唔放咩？表面上好似兩個極端。巴菲特話唔驚佢跌，長期持有；作者就話一跌穿就一定要止蝕。但其實佢哋嘅理論有兩個好重要嘅共通點。咩共通點？第一，兩者都極度強調心理質素。巴菲特嘅拍檔芒格講過，好多智商高嘅人都係好差嘅投資者，因為佢哋 EQ 唔得。佢認為擁有某種氣質重要過聰明。你需要控制情緒，需要耐心，需要承受損失嘅能力。呢個同書講嘅交易80% 靠心理完全一致。第二，兩者都接受波動係必然。芒格講過，長期持有嘅本質係要承受到市值下跌50% 嘅可能。如果你無法喺暴跌中保持自信，就只能得到平庸嘅結果。呢種接受不確定性、擁抱波動嘅心態，同作者提倡嘅接受概率遊戲如出一轍。但係佢哋嘅方法好似完全唔同喎。其實唔係，分別只在於佢哋用唔同基準去建立系統。作者嘅方法偏重價格走勢，設定風險上限，蝕咗就走。但巴菲特系統係建基於價值，只要佢押注嘅公司基本面冇變，就算腰斬佢都唔賣。但如果核心價值變咗，佢絕對會即走。賭波都一樣。你唔會因為輸咗一場就放棄成套依靠數據支持嘅策略，但如果成個聯賽嘅風格變咗，你就要調整。所以佢哋都充分表現到一種贏家特質，對自己系統嘅堅定同偏離時嘅決斷，兩者缺一不可。未聽作者理論之前，真係會認為
只要做得啱，所有嘢就會成功。書入面有一句話：當你唔再需要證明自己係啱嘅，你反而會開始做對的事。咁即係如果再遇上失敗，唔應該問我做錯咗啲乜，而係問我個方法本身有咩問題。正確，與其將每次輸贏當成自我價值嘅審判，不如將焦點放返喺你嘅系統係咪有效，你有冇跟足，你有冇紀律。但首先要接受嘅係，我哋根本控制唔到結果，因為結果就係唔同因素影響形成嘅概率。你控制唔到世界盃邊隊贏，控制唔到股市聽日升定跌，控制唔到見工嗰個考官中意咩人。但有一樣嘢你永遠控制到，你點樣準備，點樣執行，點樣回應失敗。所以好多人輸就因為控制唔到自己。大家可以問自己一個問題：你覺得控制結果難啲，定係控制自己難啲呢？